哇！ Hello，我係1蚊2，今晚7集。未得閒執牌，所以碰咗佢先。諗到先咯，冇嘢話你諗到先食咯。俾我打地數啦！我以為你冇地數，我唔夠諗喎。唔係，我話你諗到先叫咯。走打，掛住你話，我認啫。誒，咁又碰得幾好喎。勸告冇，我認。咪血啦，煲仔有感冒咁樣。下幾下叫你補，明明要最好身體入一下，考先次啊，唔好咁周波勞動啊。都好，如果你擺食藥咁咪你早臨咪你冇得血曬，得個摸咗個篇章開頭，贏15分，第2鋪。叫個卡窿兒同6索。唔冰選喎，即係可能諗住咁啊揾揼低，所以我幫我啲諗低。要濕運要落豆啫。我都怕嚟錯索子啊！贏18分，第3鋪。哇！呢個7同打得真係精彩，贏15分，第4鋪。冇乜萬子，插萬子啦。選擇正確，贏12分，第5鋪。都係叫兩飛，肯定係打唔同嘅。其實呢個5索諗咗下碰唔碰嘅，先後贏未碰，贏21分。第6鋪，平平無奇，有4個隊嘅牌，都冇諗到會做到7小隊。又係呢個7同關鍵牌。仲有發球嘅懲罰。佢哋都唔要7、8筒，好大機率都冇6筒㗎喇。
咁就大膽啲轉叫啦。而家自己摸一砍4筒，就更加肯定6筒係有嘅。同埋有些打咯。這不就來對了嗎？贏33分嘅，睇連住嘅最後一鋪，靚到差啲天胡啦。而家係拖2隻牌咯。夢中前排贏12分算數啦。